哇，名古屋成個夏威夷咁嘅，仲有日本學生妹好似拍緊日劇咁啊，青春感翻晒嚟。想知喺邊？記得睇到最尾啦。呢度仲可以 BBQ， 仲可以玩水，仲有蒸汽桑拿，仲可以睇日落，仲可以睇埋飛機降落呢一個如詩如畫嘅風景啊！點少得用 Insta360嘅 Ace Pro 2去影呢？雙 AI 晶片，8K 畫質，支持2倍變焦，zoom in 之後啊，亦都保留 4K 嘅畫質，仲有可以觸控嘅翻轉熒幕，個 mon 夠晒大啊，預覽畫面更加舒服，方便構圖同埋自拍，非常適合拍攝低炒嘅畫面。最正嘅就係 Pro Video 夜拍模式，夜拍表現非常出色，細節好豐富。好啦，拍得片啊，又點少得影相呢？影緊呢一條片呢，就係普通嘅手機，而畫面入面啊就係呢部 Insta360嘅 Ace Pro 2啊，你睇下個畫質同埋光暗爭幾遠。如果你嫌佢太細部，影相冇手感嘅話，仲可以加埋呢一個金屬框，全身銀色嘅配色，夠晒時尚型格，1秒變成街拍神器，手握感呢更加舒服。好啦，呢一度呢就係名古屋中部機場旁邊嘅常華市臨空海灘。如果想買呢一部 Ace Pro 2嘅話，兼且享有專屬優惠，就記得 click 呢條 link 啦。如果想知道名古屋嘅咩玩，就記得 click 呢個掣 follow 我啦。